睇完呢間325平方嘅暗車風大平層之後呢，我發現居然咧係收埋有5個設計點咧，值得我哋普通人咧去抄功課嘅。今次我同大家分析一下，從玄關到影音室，再到配色咧，到佢嘅軟裝搭配，睇完咧，相信你都係半個專家嚟嘅。第一，色彩防翻車公式。嗱，暗黑色咧就唔等於全屋都係黑嘅吓。如果你唔想間屋咧變得好壓抑，咁你要記住暗車風嘅一個顏色搭配比例就係6:3:1啦。即係60%咧就係一個基礎色，你可以用啲黑色嘅石材啦，或者係啲暗黑色嘅一啲胡桃木色作為一個襯底。咁30%咧就係過渡顏色嚟嘅，咁你可以選擇一啲淺灰色嘅岩板啦，去破除空間嘅沉悶感。而10%咧就係調色啦，你可以選擇一啲古銅色啊，或者係金色作為收邊。呢個咧就係點睛之筆嚟嘅，咁亦都係一啲暗車風嘅空間裏邊嘅呼吸位嚟嘅。第二，影音室嘅平替方案。嗱，做影音室咧就唔一定要需要花好多錢嘅，咁亦都有啲平替方案。咁譬如啦，你可以用啲深色嘅吸音板作為一個基礎材料。第二，每15cm 咧你就裝一條光纖線。咁第三個咧，亦都可以用一啲投影咧去代替天價嘅燈膜。咁你揀一啲燈光嘅時候咧，記住係要揀啲2700K 暖嘅光線。咁呢啲係一個好自然嘅星空嘅光感啦。咁如果你揀一啲太過凍嘅、太過白嘅，嗰啲係手術室嘅光線嚟嘅。第三，玄關櫃嘅小心思。嗱，如果你覺得全封閉式嘅玄關櫃太過壓抑嘅話，你可以學似佢咁嘅，左邊80咧，你可以做到開放式嘅一啲展示櫃啦。咁而右邊咧就會做一啲收納櫃。咁你上邊咧再裝翻啲7瓦嘅射燈，喺層板之中咧，你就裝一啲燈帶。咁呢個時候你將你一啲可愛嘅手辦啊、收藏品啊擺上去嘅話，都會變成藝術品嘅。第四，材料混搭嘅口訣。一個空間有高級感咧，就係在於佢唔同嘅材質進行一個碰撞。一硬就係黑冰花嘅雲石作為主角，二軟你就可以用一啲柔軟嘅梳化去中和呢種冰冷感。三啞光你就可以用一啲啞光面嘅木色板作為上牆，咁可以令到呢個空間咧係幾溫馨又有高級感嘅。第五，燈光咧係有3個層次嘅玩法嘅，30%你就可以將佢收埋喺一啲地腳線嗰度啦，咁而50%就可以將佢擺喺一啲非對稱嘅壁燈啊、台燈啊、落地燈啊呢啲位置，咁而20%咧就係一啲射燈啦，咁呢啲位置打落去你一啲收藏品啊、一啲工藝品啊，咁啊低調奢華嘅氛圍感咧就會即刻出嚟啦。下一期我將會同大家破解點樣將地下室設計到比到5星級酒店咧更加爽嘅，記得關注我。